罢免高雄市长6月初6要来投票，讲高雄市政府最近流传一份的文件，建议市长韩国瑜伫这段时间的讲话甲作为拢爱真谨慎。也毋过韩市长早起伫个议会也是袂堪的气，批评着罢韩团体喊话讲互高雄这4个字是喊国阁好笑，是台湾民主上大的侮辱。 高雄市政府有留一份文件出来，标题是写讲反罢韩目前面对的困境甲推动策略，顶面的名是市政府的财政局长李良坚。成为阻止罢韩所拄着困境开始讲起，明确讲韩国瑜对参选总统无会失礼，加上个人发言的时爱滚双手，较高犯人徛。第二大项是分析罢韩团体。 安怎将市政府污名化？最后，我列出10点的建议。但你关心的就是李良坚希望讲韩国瑜伫投票进前讲话较细致的，唔通黑白滚双手，尤其是对女性唔通黑白比论。若做袂到，唔通讲伤济，总共有4大严。这样，李良坚是不是建议你要谨言慎行？要责无旁贷去做一个适当的建言，给市长做一个了解。当的市府官员无用研究变怎反罢韩，敢有行政无中立的问题？ 上班写这些东西，我那上班我是礼拜天写的。今日伫议会质询，国民党议员爱韩国瑜评论罢韩团体提出的光复高雄，伊回应真无客气。用“光复高雄”这4个字作为罢韩的诉求，大错特错，而且荒唐可笑，是对民主、台湾的民主最大的侮辱。 批评罢韩是离经可笑，财政局长李良坚写出来建议。 希望讲伊言行举止爱较谨慎的，唔知讲韩市长敢有看到。